是一个公开出柜的女同性恋。虽然讲即摆时代较进步，毋过同性恋这三个字，有足侪人也是毋敢讲的。伫咧路诶，有看到两个查甫诶手牵手，有人会问讲：哎哟，因敢是迄啊？啥？啊，就迄啊！啊，你是看到鬼哦？同性恋都毋敢讲。啊，有一摆哦，我看到我诶朋友，咧面诶哦青顺顺，我就是讲，是安怎啊？啊，我就迄来啦，是啥物？同性恋来哦？你对我啥物不满啊？毋是啦，我月事来啦，我无炸卫生棉啦，我就想讲，我有炸卫生棉啊，来，我招你。啊，酸酸，你足大心的，你若是查甫的哦，我就甲你交往。莫，我毋是查甫的，我是迄。是啥？我是鬼啦！我听你骗鬼！我是酸酸，多谢大家。我感觉讲这个议题真好，啊来，大家若面对生活当中你的朋友、你的亲情，哦，你的甚至你的后生查某囝有这个问题，咱大家拢甲加油，这个我绝对认同。啊，但是因为这个议题有确定，咱今仔来咧议会，酸酸你得第一名。啊，咱今仔咱要来一个连喙花快乐的场所，所以哦，后壁的所有的选手，你咧竞迄个题目非常的重要。嘿，我今仔买一张票要来看快乐的，还是买一张票要来听人生的道理，迄无共款。